Cambridge Primary Insight 簡稱 CPI。呢套系統獲全球127個國家採用。CPI 透過5大核心模組，全方位評估小朋友嘅潛能，測試圖像同邏輯思維，精準發掘小朋友嘅理科高潛力。第二，閱讀理解力，診斷小朋友真正明解書本內容。第三，詞彙拼寫力，評估英文核心詞彙能力。第四，數學邏輯力，清楚仔女係真正明白數學概念。第五，敏捷運算力，測試心算速度同準確度。點解要選 CPI？ 因為它可以提供強弱項地圖，協助制定個人化學習計劃。CPI 啱5歲至11歲學童，運用知識應測評技術，測試小朋友極限。Primary Insight， 孩子嘅學術潛能，由呢度開始。